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事。火车顶有色龙，有一个高年仔是发文章来指控，讲伊坐火车是坐区间车。有一个生分的男子看准这个上下班的时间人进客，竟然是趁机会甲吸真晚。伊讲伊伫3个月内，就拄到这个不速鬼拄到误解。这个文章一打出来，马上有女网友嘛跳出来指控，讲伊嘛有拄过这个泰国人。铁路警察讲，即卖已经受理报案。嘛提醒民众，若拄到类似的状况，会当通报到列车人员来协助，或者是直接来报警保护家己。坐火车上班真利便，不过有人伫自车的过程中拄到地沟神。当时女子搭的就是这种有把手可以站立的区间车，而嫌犯则利用尖峰时段人潮借机犯案。被害人指控讲，为4月份开始，一直拄到一个查甫人，身高差不多170公分，挂喙暗，穿白衫乌裤，拢有固定为英国上车，台北车头落车，伊刁工用下身去吸被害人，被发现了后，就会换车厢，前前后后已经拄到5摆啊。遇到的话，就是直接大声呼喊啊。对，然后叫那个站务员来帮忙。我都会站靠门边的，对，就是看门缝跟旁边那个地方，然后尽量就是贴着门这样子。也有真侪网友跳出来讲，嘛捌拄过这个嫌犯。目前铁路警察已经受理报案，不过类似案件真正是有够多。大家都讲过了，不要再。双手互警察铐起来，不过这个查甫人总是呢教袂乖。有几下摆变装，找机会甲其他人客食豆腐。警方呼吁讲，若是拄到这款可疑的人，就要秉持1呼2耍3呼叫的原则，先保护家己，去到列车紧急对话机的位通报列车人员的协助，卖使直接卡110来报案，千万唔通吞论，要将这色龙甲抓起来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